上帝所欢喜的家庭的家，请庄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你所赏赐阮的老母，伊对阮的影响，超出阮所会通了解。人袂通看见上帝，但是伫老母的身上，阮就知影上帝的疼是什么种的滋味。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阮的姊妹因用钉钉塔塔的身份来参与甲即个礼拜的侍奉，因用老母的身份，也用你查某囝的身份，也用教会侍奉者的身份，使阮拢共同献上一份的心，就是愿你的疼流通伫阮的内底。无论是阮的家庭，无论是阮的教会，拢互你的疼来扶持、来坚固。所以，阮当心伫你的面前，笑念即种的温情，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即种不离不弃的爱，会通长跨贯深，不但伫阮的一生，也伫你所创造万物到代代无尽。转恭敬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的时，愿主你的圣神将即份的疼，就亲像春天的风，奔入伫阮的生命中，互阮有幸福的感觉，互阮有疼的扶持。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来纪念你圣经应允的话，通过圣经的故事，也通过阮教会的经历，恳求主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来祝福每一个做妈妈的姊妹。也做阿嬷，你的查某囝，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因恩上加恩。阮伫你面前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顶礼拜做礼拜了后，行出礼拜堂，张长老甲我讲，牧师哪村离开已经10年啊，时间咧过足紧，对无？亲爱的姊妹，伫咱的教会有真侪姊妹，因实在值得咱孝念。我相信，杨那村即事对张长老来讲是一个足重要。上帝互伊伫生命中间，毋是干那婚姻的谈判，是生命中间结连做伙，同得福音、同得主恩的一个人生的过程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中间嘛有真侪值得咱孝念的妈妈。那村即事是一个毋捌学过正式的音乐教育的人，但是早前当我来到这个德堂教会时，这间教会实在是真欠缺温书。甚至我会记得一摆做礼拜的时，徛伫这个讲台顶的聚会，伊拄着牧师讲一条袂晓唱的圣诗。诗琴嘛袂晓弹，阁无较早讲，所以规个礼拜伫迄个时阵，面对着一条真清楚的圣诗，煞唱袂出来。聚会回头甲我看一下，我就甲伊讲用念的。兄弟姊妹，恁做福气，恁伫德堂教会做礼拜，恁毋捌徛起来，亲像咧共读圣经共款，安尼圣诗旁咧，圣诗摕起来，真用念的。那村即事是一个毋捌受过音乐教育的人，但是伊知影教会礼拜需要有诗琴，所以若较早互伊圣诗，伊拢用单一指头，伫礼拜堂的钢琴顶悬一音一音安尼练习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上帝真疼咱，互咱有真侪上帝所赏赐伫即间教会信仰的老爸甲老母。当然，毋是干那剩即事。咱今仔日有遮尔舒适的礼拜堂，是因为有一个叫做林老秀霞姊妹，伊伫1950年代，咱的教会无礼拜堂的时，曾清华牧师甲伊讲到咱的需要，即个姊妹都伫台中，
伊摕一条钱，互咱的第一任的牧师买到即个土地。当我来到即间教会的时阵，我捌过几摆见到伊的面。咱的青年对每一个妈妈拢很有感觉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毋通啊想讲，恁伫这个教会内底无啥物贡献，袂通做啥物？毋是。有一个青年想到像个张老娘离开的时，这个青年竟然流目屎。当然有真侪姊妹拢互咱的青年笑脸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今仔日会当有一个听充满伫咱的中间，有家的感觉。所以你家庭中间有妈妈，也这对无？这个教会会当有一个温暖，有一个听甲咱抱牢的感觉。当然最重要是有上帝，但是更加重要的亲像一个家庭，若无妈妈的事，迄个囡仔实在是真可怜。所听的姊妹，咱认捌上帝的听，是通过咱的妈妈。多谢姊妹伫每一年的这个母亲节的时，拢会用这种心性参与教会礼拜侍奉，对今仔日的敬拜赞美，后来到读圣经、祈祷，以及每一个见证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的姊妹，因为上帝要用安尼来设立面。诚做今仔日德顿教会的乐意甲幼年期，特别今仔日读圣经的两位姊妹，恁所读的圣经是上帝的应允，对恁的喙出就入恁的心，因为上帝要用不离不弃的爱来听咱，对恁的喙所出的宣告圣经应允的话，就要成就伫恁的家庭甲恁的人生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今仔做伙伫这个所在来参加这个母亲节礼拜，应该充满欢喜。母亲节礼拜，我一直咧想象讲，伫这个礼拜中间，应该甲咱分享什么种的信息，应该安怎来祈祷。真感动，佩婷伫今仔日中间，上帝纪念你，为着你的妈妈祈祷。虽然你的妈妈也未信主。但是我相信，上帝早就将你的妈妈甲你的爸爸放伫因的心肝的内底。至诚的上帝，愿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做两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，为着你的妈妈、爸爸，感谢上帝；特别为着你的妈妈，伫上帝的面前献上你的感谢，也为着你妈妈祝福，因为今仔日的咱。是踏伫咱父母的温情的顶端，照今仔日的咱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首先，咱来祝福所有伫咱教会内底的士大人，特别咱温情的妈妈。愿天父上帝用因诚侪上帝听的记号，也大大施恩祝福伫咱所听的妈妈。兄弟姊妹，爱要及时。兄弟姊妹，人的生命足脆弱。拄顶礼拜的款，二林区咧举行这个母亲节庆祝，仁爱教会的牧师，带伊的姊妹做伙伫庆祝会中间咧跳舞，对无？虽然我无参加迄场的母亲节庆祝的礼拜，但是育婴教会的牧师伫昨，因为真紧急的病。上帝抱伊倒转到天堂，互人着一惊，就亲像一条诗歌讲：朝有欢笑，夕葬尘埃。伫母亲节时应该毋好讲即种的信息啦。但是所听的姊妹，倘若恁妈妈还伫恁的身边的时，都爱认真珍惜即种的机会。照顾妈妈毋是负担，照顾妈妈是一个温情的机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正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伊的听，长阔关心的听，是一种永留的爱，
是一种圣灵的大能，伫今仔日放伫所有做妈妈恁的人生中间，互恁的一生会着活，恁感觉有价值。愿上帝互恁所流出的疼、流露出来的疼，伫恁的囡仔的身上看到愿望甲希望。上帝大大祝福在座有妈妈的心的妈妈，愿天父上帝纪念恁，伫今仔日就亲像将来你要伫你的囡仔顶端看到提摩太同款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信约咧讲起保罗家己的信仰，伊讲我刷接我的祖先，我刷接我祖先的信，甲伫你提摩太的身上，我看到你的身上有一个真特别的信仰，这个信仰是对你的妈妈甲你的外妈来得到。愿天父上帝互咱上帝的疼就流通伫咱的家庭的中间，阿门。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弟兄姊妹，无论过去咱的人生是怎样，咱的家庭是怎样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也愿天父上帝祝福恁。刚才咱在座有一寡，毋是有少数的姊妹，咱无结婚，毋是咱啦，无结婚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赏赐你有属灵的祝福。我的妈妈家己无生查某囝，但是上帝赏赐伊有几个查某囝，干女儿，属灵的查某囝。后来这个干女儿拢叫做甲我足亲的姐姐甲妹妹。愿天父上帝宽阔咱伫教会内底这个肢体的关系，无论咱行到什么所在，上帝互伊会应允甲稳定，充足伫你的一生的中间。也愿上帝的疼，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讲，如火在眺望，互上帝的温数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亲像火再燃，搁再点倒火焰起来，互咱伫人生中间，咱充满疼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这个礼拜中间，修生通过所有参与礼拜的姊妹的祈祷，也通过咱在座共同的祈祷，愿上帝施恩祝福，互在座所有身为阿嬷、妈妈的人，愿恁有上帝温上加温的祝福。特别伫恁的一生的日子顶端，愿看顾人的上帝，将健康、喜乐赏赐互咱在座。咱中间特别年长的本入长老娘、长成执事娘，愿天父上帝疼惜恁，互你因为主的疼运行伫恁的中间，互恁的心内底有温暖甲喜乐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愿咱通过这个日子，咱感谢生养咱的家庭，也感谢咱家己的妈妈。感恩的心伫圣经一个字。圣经无讲孝顺，但是圣经所讲的有效孝顺是一个叫做卡巴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敬重。伫圣经中间无讲有效，但是圣经讲都要敬重恁的许多人。这个敬重伫新约中间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知影，都是明白算小。敬重的意思就是明白父母安怎疼惜你。算小妈妈的温情，所有一切态度是对明白甲算小来开始。咱的一生真侪代志都不是偶然的，咱所领受的一切温情，咱所拄到的侪侪恩惠，兄弟姊妹，毋是拢是上帝家己甲咱陪伴，也毋是偶然的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主求你。将圣心放伫我的内心，互我心存感谢的心。年轻的青年，牧师要用圣经内底将近4000年古老的话语，《申命记》大概已经有3600年左右，3500年、3600年，这句话记载伫3000几年前的古约圣经的内底。伊讲：当孝敬父母，你就必得祝福。孝敬这个字，就是拄则牧师甲咱解说叫做卡巴。卡巴这个意思就是 honor，honor 的英语就是讲
伫你的爸爸妈妈的面前，永远爱尊重。这个叫做有一份爱，叫做尊重。无论咱的父母伊怎样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永远保持一个尊敬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有这段圣经对咱的要求，着孝敬。伫新约的顶端，这个孝敬这个字本身叫做爱达，爱达就是明白知影。明白父母是为咱所做一切，毋是因应该做。父母出伫完全无保留的听，因所做毋是应该做的代志，但是因欢喜做。所以，爱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记得保罗讲，孝敬父母是大有应允的诫命。友好父母、孝敬父母是大有应允的诫命。愿上帝将这句话写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知影。会用今仔日的圣经，无论是以赛亚书这两句，或者是提摩太后书第1章，上帝迄个保罗所讲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节到第6节，愿咱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明白两项代志。第一，上帝通过咱身边的妈妈，互咱知影母爱跟上帝的爱。今仔日的聚会密聚会祈祷的姊妹，伊嘛知影讲感谢上帝恩典，因为上帝一听就通过妈妈临到伫咱的中间，互咱明白老母听咱有偌深。老母的听就亲像上帝的怜悯。上帝的怜悯伫旧约的圣经这个字叫做黑色，黑色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有双关语。怜悯这个字，还有另外一个足特别的意义，叫做子宫。妈妈的子宫，为什么安尼讲呢？怜悯就是上帝用伊的听，就亲像妈妈的子宫来生出咱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明白圣经中间所讲这个黑色，伫新约中间叫做阿加佩，就是这份无私心、神圣的听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过来听一摆。今仔日旧约的圣经安怎讲？伊讲妇人人减会记哩伊食奶的婴仔嘛，意思就是讲妇人人绝对无可能袂记哩伊家己生孕生出来，还阁抱咧咧食奶的红婴仔。妈妈绝对无可能袂记哩伊的囡仔。上帝讲检菜，糊涂的妈妈有时真正会袂记哩囡仔需要食奶啊。上帝讲，我决断无袂记哩恁。妈妈听恁，我嘛怜悯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上帝讲，老母怎样安慰伊的囝儿，我就安尼安慰恁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听放伫咱的一生，互咱也将这种的听来分享给别人。当咱得到，咱就白白来传给别人。所以圣经讲，恁白白领受，恁就白白来分享给别人。所以当上帝通过，互咱伫一生中间有温上加温，有福杯满溢的人生，咱最大的回应，就是将上帝的温情甲伊的听分享给咱身边的人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的听超过人的言语，因为听的行动毋是出于了解，听的行动是出于咱的心受摇动，咱对心内互一份的听到了后，咱对心中讲：主啊，我愿意将你所互我的听来涌流出来，亲像一个水潭不断来分享给别人。愿主互咱的教会会通明白，圣经咧甲咱讲起，将这种的听传给别人，就是一种主讲上帝的教会，嘛是上帝的圣殿，要亲像上帝的北内伊的子宫。所以伫上帝教会内底，必须要有这种听的本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亲像今仔日的圣经新约内底咧讲的，罗以甲犹尼基。
愿天父上帝将这种传承生命、传承信仰的爱，伫咱的教会，互每一个伫这个所在成长的人，因感受到上帝的疼，老母的疼，充满了不起的影响力。所以，弟姊妹，咱无看轻上帝所予咱的使命。今仔圣经爱来甲咱讲，伊讲我感谢上帝，我刷接我的祖先，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。牧师特别用红色的字甲黄色的笔，要爱咱了解。这句话是保罗咧讲起伊的家族的信仰。保罗咧讲起伊的家族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家族，所以伊的所做、伊的信仰表现，拢是继续伊的祖先所做。伫伊的信仰中间，伊强调一项，用清洁的心来做礼拜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，圣经讲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。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清洁的心来做礼拜。侍奉伫圣经的中间，伊是双关语，一个就是礼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来用清洁的心，用无为的心。咱伫上帝的面前用信实的心，所以无论是保罗讲我的祖先有清洁的心，也是罗以幼年期的生命中间有一种无虚假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心内有正直、有清洁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圣洁的画面放伫咱的心内。保罗讲，我知影这种的信心。通过你的阿嬷甲你的妈妈，有放伫你的心中。兄弟姊妹，常常为你的囡仔祈祷，得时不得时，爱相信祈祷。咱若爱咱的囡仔会真样，咱若爱咱的囡仔伫试炼的中间无跋倒，咱若爱咱的囡仔伫这个充满未晓的时代，因会通四正幸福。兄弟姊妹，爱相信。老母伫背后的祈祷非常的重要。若无相信祈祷，就无经历着祈祷快乐迄种的机会。愿天父上帝圣心帮助。保罗讲，所有一切文书通过教会的祝福。保罗讲，我要甲提摩太还手，我嘛为提摩太祈祷，因为提摩太是上帝所赏赐我的属灵的囡仔。所以我为着提摩太来祈祷，讲求天父上帝予你的文书如火在旺，亲像火在焰。白话字圣经讲在焰，就是讲亲像亚述罗本地关起来，但是我搁甲开火，搁甲点，搁一摆，火焰起来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就进来一个礼拜，亲爱的姊妹，疼惜家己。因为你是上帝手中的宝贝，愿主通过你的生命、你的灵性，甲你一切文书，上帝你的文书大有影响力，亲像罗以甲幼年期。愿天父上帝通过咱在座已经生有囡仔的阿嬷、妈妈，愿上帝纪念恁的祈祷，互恁的囝儿孙会当像保罗甲提摩太。也未结婚的姊妹，愿上帝，如果你是适婚的年龄，愿上帝祝福，享受一个信仰的家庭，互你伫将来为上帝生出属灵的囡仔，来荣耀侍奉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这份的疼对上帝来，互这份的疼对上帝来。父母疼囡仔是天性，就亲像上帝疼咱。也是天性，对天来的疼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份的疼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今仔日提摩太的信仰，值得咱思考。伫这个中间咧讲清洁的心，甲无虚假的心。兄弟姊妹，耶稣要甲咱提醒讲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什么？用神，佮用啥？真实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无虚假的灵放伫咱的生命，互咱用信实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主赏赐咱的父母，是咱一生中间最要紧
一个生命的起源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爱的恩赐，因为保罗讲，如今长存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什么？爱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对生命的中间，咱的家庭永远无失到上帝这种的疼。上帝将伊的疼放伫咱的中间。圣经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姊妹，伊的名叫做约基别。这个妈妈的名，咱拢常常会袂记啊。或者咱已经有人有意识到，这个人，这个就是摩西的妈妈。兄弟姊妹，摩西若无伊的妈妈，无可能有今仔日遮尔水的故事。摩西才对上帝中间真特别的罗卜，是因为伊的妈妈所唱的摇篮曲。当摩西还佫伫食灵的年纪，伊的妈妈用信仰来影响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在做阿嬷的、做妈妈的姊妹，愿上帝纪念恁的祈祷。若知影这个祈祷影响咱的妈妈甲阿嬷，我知影你的囡仔是幸福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亲像约基别来为着摩西。约基别毋是干那出一个摩西上帝中央的罗卜那条，约基别三个囡仔拢真做顶天立地的人，包括摩西、阿伦、米利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的囡仔，无一个人拍假闹去。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青年，所有的青年拢受祝福。咱的教会有遮尔好的信仰的妈妈，对过去到今仔日，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珍惜这种的传统。咱的教会的姊妹，咱珍惜这件教会的传统，就是这个妈妈无私心，互咱的教会就亲像一个家庭。所以咱的教会到今仔日，真的很有家的感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囡仔伫上帝圣神的帮助，甲伫信心的内底。所以希伯来书咧讲起摩西的一生的事。顶礼拜牧师甲恁讲，与神有约，与成功有约，迄个礼拜的信息内底，牧师嘛有甲咱分享这段话。伫圣经中间咧讲起亚伯拉罕甲摩西，因常常出现一句话，特别伫希伯来书，更美的生命，因着信，因就有一种更较水的人生甲生命。希伯来书11章记载着上帝所赏赐咱好得无比的生命。安尼咧讲起摩西，伊讲摩西因为伊的信心，所以无愿意成做世间的王的囝，伊宁可选择做奴才囝，较赢过做法老王的贵族后代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生出来这种什么拢无爱，敢若敬畏上帝，什么拢毋惊，敢若敬畏上帝的子孙。求天父上帝赏赐摩西的4种的能力，就是代表今仔日咱的圣经的信息咧讲起传承信仰对人的帮助。一个传承信仰的爸爸妈妈，就亲像罗伊甲尤尼基，外妈甲妈妈，伊传承这个信仰，互最少年的囡仔有4种。摩西知影伊是什么人的囝。第二，摩西通过伊的老母的摇篮曲，通过老母所教的信仰，伊真清楚来建立做上帝囝儿的价值观念。伊知影什么叫做真正的荣华富贵，毋是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。摩西第3项，伊有一个真特别的生命的气质，就是不看人的脸色。伊敢若独敬畏上帝，伊无惊吓人的目色。这个人不会畏首畏尾。这个人是伫上帝的面前勇敢徛伫这个世间的君王的面前的一个人。或者你感觉这种的个性对一个囡仔将来有关系重要？一个囡仔若知影伊家己是什么人，伊若有这种的勇气，伊无论是徛伫什么人的面前，伊永远懂得做自己。兄弟姊妹，唯有懂得做自己的妈妈，才能生养出来懂得做自己的孩子。
摩西第四个能力就是伊会当看到别人看袂到的上帝，所以任何军队上帝都无愿意浪费伊的性命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通过这个故事，伫今仔日帮助咱对幼年期甲乐意。幼年期这个名是提摩太的妈妈，这个幼本身伫希伯来语就是一个好兆头啊。幼伫希伯来语这个字，就是好消息、好的天使、好的无比，迄个好那一个字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幼年期这个字叫做好的、美丽的胜利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的生命就是活出好的无比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也将这句话读互咱听，互咱心无提摩太，上帝赏赐这个家庭出好子孙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互我的囡仔提摩太，互我的囡仔会通伫伊的心中有你所赏赐我信仰的根基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囡仔一生行伫真理的道路顶悬，是一个无虚假的信心。咱做真正基督徒，伫人的面前，伫上帝面前，拢讲一种。我们不戴着假面具来做礼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是神，伊敢毋知咱的内心吗？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就用神、用真实来敬拜伊。所以，今仔日个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甲教会同工。兄弟姊妹，咱伫咱的囡仔的思想的顶悬，放什么会影响咱？兄弟姊妹，我阁讲一摆，你伫这间教会出入，伫囡仔的面前，你怎样咧讲这间教会？敢会影响你的囡仔？兄弟姊妹，咱若爱咱的囡仔亲近上帝，咱就无凊彩讲上帝，咱就无凊彩讲上帝。到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将主的好放伫咱的囡仔心上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做伙伫主的面前，咱存出双手祈祷的时，咱甲咱的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囡仔交伫你的面前，主求你赏赐我常常对我的囡仔讲祝福的话。我要用你的良善，用你的荣耀来彰显你伫伊的生命中间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份疼赏赐予咱的人生。第二，我要鼓励在座兄弟姊妹，包括这青年，我要鼓励在座这的青年，用提摩太甲摩西做恁生命的典范。今仔日的圣经保罗咧讲起提摩太，伊讲伫你的心内有一种的特质，伫你的心内有一种的特质，就是不虚假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信实。圣经讲，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有无？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诗篇100篇内底最后一句话：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上帝的本性就是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所以无为的信心的意思就是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讲的甲做的拢一致。愿天父上帝纪念咱的软弱，因为人真少会通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但是，说使咱内底有这种的决志，说使咱内面有这种的觉醒，圣神要帮助咱，你相信吗？你若愿意做信实的人，就算做你也袂祈祷，上帝纪念咱这种的心志，上帝圣神要运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的信息毋是出伫勉强，是实实在在。或者你知信息这个字对旧约甲新约，伊的发音是啥吗？阿们。
信是这个字叫做阿门。所以咱逐摆咧祈祷，最后的意思就是讲，主啊，这是我心所想、嘴所吐。所以当我讲阿门的时，这就是我心内的誓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有一个阿门的人生。所以咱搁一摆读这段圣经，提摩太后书毋是真书，提摩太后书奉上帝的旨意，照着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伊所享受生命的应允。主耶稣将这个生命的应允给我，所以我就学习做伊的奴仆。我就是安尼的人。第二，我用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所享受生命的应允，我写批给你。这个主耶稣的应允是什么？主耶稣的应允就是恩惠、怜悯甲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仔圣经咧讲起，上帝要将恩惠、怜悯甲平安享受给你的家庭甲你的囡仔，你阿们吗？恩惠是一个礼物的意思。恩惠伫信仰的灵修的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词，叫做 charisma。charisma 的意思就是恩赐。所以咱咧讲有属灵的恩赐，有属灵的恩膏，就是一个礼物，就是这个字。兄弟姊妹，当你常常甲你的囡仔换手祈祷的时，愿上帝祝福你的囡仔，不是干那咬大汉尔，也心里面充满了上帝的圣灵所带来的智慧。以赛亚书11章讲，上帝圣神啊，踮伫你的内底，你的内底就有6种的生命的特质。上帝圣神啊，踮伫人的内底，人的生命中间就有智慧的灵，就有聪明的灵，就有策略的灵，就有能力的灵，就有知识的灵，就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这代的圣经牧师已经甲恁分享几啊摆，兄弟姊妹，这是圣经中间的金句。上帝的圣神带来这6种的生命特质的能力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应允，也是上帝伫早早就应允写伫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的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听到上帝应允的事，咱家己放伫咱的心内。兄弟姊妹，将上帝的应允放伫咱的心内，就亲像提摩太，伊的心内底有爸爸妈妈的话，有阿嬷的话，有妈妈的话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深信将上帝的话深深放伫咱的心内。咱深信上帝的话是信实的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深信的意思就是孝念，每日三思，日时眠时，拢想上帝的话。所以伫这个中间来讲起线接祖先的意思，就是孝念真人的信仰，真人所留落来这种的帮助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会记得孝念的另外一个意思。伫旧约的圣经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解说，伫申命记的内底咧讲，着孝敬父母。孝敬这个字，伊本身是带有尊敬的疼，伊本身就是带有尊敬的疼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唔通随便对爸爸妈妈讲嘲讽的话。我知影咱人伫生活中间难免拢有过头的刻伤，但兄弟姊妹尽量伫咱的人生中间减少对世大人讲嘲讽的话。兄弟姊妹，因为咱伫无意中讲迄个无够雅稳重、无够雅尊重的话，咱的囡仔伫边啊，伊所听到拢扣入来，你相信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尽量对任何的人，包括咱的爸爸妈妈，对任何人，咱拢无凊彩讲话。我常常甲恁分享一句话，讲饭会使凊彩食，但是话唔好凊彩讲。听了足顺耳，但是无一定会入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有圣神的帮助，咱拢有谦卑欢喜接受生命改变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就是卡巴放伫咱的心内。咱对上帝有卡巴，咱对圣经有卡巴，
咱对咱中间有温情的人有卡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心中带着认捌，特别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我要甲咱分享保罗伊讲起，着敬重伫恁生命中间为着恁劳苦的人。这句话真适合摕来讲妈妈，兄弟姊妹，敬重伫你生命中间，捌为着你洗衫，捌为着你拭尻川，捌为着你拭鼻屎。这种的敬重，伫圣经叫做爱达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知耶稣听我知明，就是这个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保罗伫提摩太前书中间第12节、12节、13节，伊拢讲到尊敬。伊讲因所做的工，恁着用回应，用一种尊重的听。这个尊重这个字，伫圣经的原文叫黑格玛，黑格玛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算数，老母的温情，敢算会了？求主帮助咱。感谢上帝，如果你的父母也要伫咧，你为着伊，也搁伫你的身边珍惜。如果你的妈妈已经离开，你伫纪念的中间，为着伊所做，伫上帝的面前献上感恩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注重这种的文书，就是听如何眺望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伫恁的家庭，伫咱的教会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圣神，阮知影，听是一种的力量，是一种的态度。总是亲爱的圣神，阮知影有时阮做袂来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，亲像火进入我的生命中间。因为你的火若来，所有的杂质就受消灭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我，互我的生命中间，上帝你所赏赐我的信望爱，亲像保罗的教导，如何眺望，求天父上帝你将天顶的文书放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伫今仔日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。将一切荣耀归伫天父上帝，甲我生命中间真重要的许多人，主伫你的面前，当心安尼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态度刻掉伫我的心思意念中间，永远无受扭曲。我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